错风啊，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留起条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你的几行茶，最暖满意。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奈比，铁闸门风势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枪等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地球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银色你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思念色流满心，转眼后擦眼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哎，阿金，哎，坐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哎呀，我先来试嘅，麻烦。隔壁啊。哦，咖啡哦，唔使麻烦，麻烦。怕迄按球吼，人个公务啊，太磨下呢吼。是隔壁是都强诶，啊，无做阮配他凉呀。不是麻烦，我有事情哦，要拜托你的。有事情拜托我。嘿，迄咩小鼓我叫阿兰杰斯啊。你讲嘛该？嘿啊，这小鼓坐来，冇爱讲阿兰吉有个对象无啊？嘿啊。歹势啦，伊吼是老爱闷的啦。这人挺闷的啊，我也是冇想过呢。用啊，我用来让你舔你哈摩啊，冇问题。空啊，等啊。哎呀，不是，俺讲个事情哦，很歹势啦，鼓手吼，爱老你吼参详一下。惨笑，讲到惨笑，叫做铁爽感情啊！朋友按叫的咩？你妈讲唔得咧啊，只不讲都好啊！吼，万一唔伫啊，阿爷啊提了状吼，请讲意思嘅，行刀山下油锅，为到朋友种下做的，对吧？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最讲义气了。所以呢，我要讲的事情非常的重要。马开。你的支票兑现了没有？啊？你如果兑现了也没关系，你把钱还给我吗？咱无谈过，我无谈到我。阿爷，你不是讲你是上刀山下油锅，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吗？这一点点小事情你都不愿意帮我啊？I help you 咧，从今以后呢，你就唔免我嘅朋友啊。阿爷。你一定要帮我啦！你如果不帮我的话，我还死毛命呢！你听错那个老海谈书好啦，冇叫啦。陪我几条。好啦，陪我做饭的咩？冇叫的啦哈。没啦。好啦，你做仲系开玩笑啦哈，跟系你系朋友啦，安尼好冇？冇叫的啦哈。没啦。你那个支票哦，还没兑现，那就表示我的助理小谷，他把我的钱给掏空，捐款潜逃。
啊，安样哦？啊，无去寻过去，问一下迄名母妃啊？俺问过亚福卡，他说他人在大陆，完全找不到人。哦，阿燕，我身上1毛钱都没有。啊，你唔要当博咧，啊，莫要做个房地产投资啊？没啦，啊？我是找人集资，然后去买土地，哦，再拿土地跟银行借钱，再用银行的钱去做开发。啊，古说用骗人的钱做起个生意，系么？个意思就是也下人生无办过钱的啊，啊个赔位就会把你赔位，系么？我一生奋斗的努力，就一夕之间全部都没了。个美梦也没了。谁能够帮帮我？天啊，地呀，影影堂多么，影影应爱么？我讲有影爱唔无啦，无呢，无影爱呢，某，难道这就叫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？会啦，莫用伫个雷公那样是要考到你，你就较坚强点位啊，今日咧，安尼要过啊，哦。艾迪，我一定会坚强的过下去。不过，唔讲乜啊？不过，我连住宿跟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按上当哦！拜托你，江改倩，啊？借我钱，我一定会还你的啦。我张记记会听，天堂掉到地狱。阿燕啊，俺就弟，你是个好朋友，你果然了解我。俺没讲，俺，陪我摸诶，俺了加钱不？等一下，高压拉姆，嘟好了，嘟好。哎，等一下，阿个唔听讲安样的咯？刘先生，哎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你们懂事哦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我。感情没用啊！我最相信的人居然抛弃了我，居然骗我，他把我所有的钱都骗光了。
想当年，还是我一手把他拉拔大的，他居然忘恩负义。现在我公司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莫用讲啦，就等下没钱听听没？没钱，让我老朋友掉啊，怎么？朋友？哪来的朋友？当年我有钱的时候，朋友一个一个的接近我。现在我没有钱了，还有谁会接近我？Peter，我要你讲，这个世界上只有锦上添花，没有雪中送炭。哎呦，俺用吼，俺同情，唔过吼，俺唔點用班安慰人呢？有一句話講，天無絕人之路，聽說有法度的啦。周馬街，周馬街，周馬街同情啊！周馬街，你要同情一個 loser， 一個死馬根。周馬街，可能，周馬街，可能周馬街要同情啊！可能已經結論病啦。結論病，我寫是親有感情嘅結論病，結論病，結論病。係啊，我要對結論病親有感情。我居然忘了他，忘了我的雞蛋餅，給了杯，我對不起你啊！怎么 Q 断了？发生嘛事情啊？哎呦，就个小谷啊，那个助理啦，然后那个钱哦，怎么骗的嘞？哦，我见吼，你还就没钱啊，连个那个 Visa 都没呢，你还也唔点用夹实的啦。因为会发生安样的事情，肯定要按有数啊！你连辛辛苦苦赚的钱，安样的事情做会落数。哎呦，天早不雷公靠啦！哎呦，係啊，太古早的啦，我见吼，这有条毛路嘞。才哥啦，来看啊，两东西啦，本期东西了黑啦，等下心情啊，还较点清地位，我听说会想出办法啦。你放心，我听说会付钱给你。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天天的来，我冇按急啦哈。相信我，我阿金做生意哦，最重要就是讲信用。我一定会想办法东山再起，付钱给你。那有时候就超伟啦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阿赖，我以前哦，无痴心啦吼，唔敢劳你公发啦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可以接受你的鼓励，有这个福气真的是。阿兰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你放心啦，你提起精神来，好好做，他可不能天输的啦。错，然后向前行，做唔得经常跳摆个事情。错，你还对他讲在错，从哪里跌倒，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Peter，借我钱，做生意还你钱。我那很多钱啊！你看做个房地产的抬头家呢，叫价钱班呢。你误会了啦！我跟你借一点点钱，我是说我要在这里重新开始，借一点点钱，我要买给伦饼存钱啊！哎呦，我要做的事都唔做，几乱变呢？错，那不过靠个几轮饼存钱，
动漫呢。你有没有空迷给伦饼？告诉你，鸡蛋冰哦是一个非常非常获利很棒的一个事业，它的成本非常的低，它的获利非常的高，它只有糖跟水加在一起就变成鸡蛋冰。那给伦饼哦，一个10块钱，毛利9块多。啊，跟从哎按多钱哦？阿来，你剩20钱。矮是嘞。我1钱。好诶，阿金冇钱呢？嘿呀，唐讲嘅神哦，1线钱都冇嘞。他袂会呐，太离谱了吧？伊迄太偷家诶！姑嫂，你三飞喊迄有田里嘅，一下冇钱啊？是改？系啊，是改。哎呦，唔对话，咩唔好按呀？阿金咩唔咩嘛太坏人啊，叫做做生意咩？唉，又冇頭，又冇槍啊！我實嫌忌哦，老太家咩都弄胖胖啊！错啊，害球咪吼，甲阿元阿叔啊严格。系啊，咩好啊，本嘅好到要死。哎呦，叫做做生意咩？一冇正經開到馬沙，咩唔識窮病你睇假咩？哎呦，本幾白幾飛啦！好啦好啦，聽哥就算你啦。哎，唐講阿金啊，你還做了買幾輪餅的呢？幾輪餅？係啊。阿奶姨，嘿，你说白讲，你3年的时间，青蛙是个给了本了。係啊，下擺啊，他家有讀到啊，出嚟佢教過，那個天書啦，看見成你做得這個做起來冇啊？好啊好啊，我睇下有些病啊。真嘅好事咯。嗯，真嘅迄人啊到，看面手底啦。哎，吉他你都睡到要，我睡到那样子哦，怎么不还钱啊哈？哎，佢就血见一天呢，就老朋友咩？老朋友 ，Excuse me sir，你要我提醒你吗？开店嘛就要赚钱的啦。该大3年迄讲都抢起案的哦。哎，我生马该，我生马该，你当年是皮卵子，就会爆的嘿。哎，唔咩啊？按条牌对个阿金唔咩好？哎，你咩底件冇钱的，就本来用上了。皮卵啊！呀，就会撒飞哦，天生给一面，比嘛。伊都冇钱呢，还好按都该时间底下生活走马该啊！你唔睇我仔啦！安先生，终于都卖安先生了。哦，你讲啊，终于安先生，好吧，你有没有朋友呢？做人单枪看眼前，看利益。唔想讲嘛？你讲啊，他8分钟冇钱，变水，有冇朋友？看安样干散。皮卵，你娘。妈你，韩风生，韩连道，韩美容。咩啊？我妈甲2句就谈困啊，好吗？韩爹呢？你来演的。皮卵，皮卵啊，皮卵！
妈妈，我甲生意掉啊，然后就吵下，走入去洗啊。阿妹，你做乜同你清出來啊？哦，我拿去家人做雞卵餅用的啦。幾耐未？乜解幾耐未？阿妹唔知啊。雞卵餅啊，處於種嘅餅啊，上都種雞卵用的啦，現豆種雞卵嗰種啦。哦，我還想講係幾耐做嘅餅呢？雞卵做嘅餅哦。沒啦，像個現豆種雞卵天啊。佢啊，乜嘅口味出油哦，有麻嘢嘅，有紅頭嘅，還有綠頭嘅。嘿，頭擺細細嘅時間，當佢出凍好看嘅頭家，攞嘅雞卵餅模量打開來，佢做開嚟凍喺入邊，哦，做得有哪等身呢？俺簡單做哦。我係餅咧，內容乜㗎？哦，嗰你啊做係你啊下一世人嚟頭擺一世人無享用嘅地方啊，唉，頭擺啊。細細時間，你也是痛苦哦。還有一粒啊，個雞卵餅好食啊！哎呦，做幾香的呢！哎呦，搶唔到你啊哈！上愛食乜解煮有乜解餅，還要拖個，拖個底子嚟食咯，樣式都太口啊！唉，你話做苗太好啦，唔食夠苦啦，就會意見難度。阿妹，人們時推冇空慣你啦。不過聽阿姨啱樣講，你當場試試看呢。好啊，我到時候帶你買。好，嗌馬上。好。哎，來痛我半鐘啦。啊，安之 C， 安之 C。好啦。来，我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你不但找地方给我住，还拿工具给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感谢你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你要是能提起精神好好做，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啦。那个房租哈，我会尽快还给你的。我阿金是不会赖账的哦。那房租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真的。阿健阿健來，cái vụ xoay是冇相關啦哈，但係cái高壓嘅錢係咪要先還嚟啊？哦，冇問題啦，我一定會還你嘅呀。有什麼好？你什麼講咧好嘛？記住聽嘛。冇講。你放心，我阿金吼保證，我一定會做出最好食嘅雞卵餅，常做得吼，對得起人了。按有心思嚟一做得啦，不過嘅一粒雞卵餅，像賣10萬元，叫我賣到那樣市場賣轉本。阿爺，你講真的啊？好啦，沒事，冇事啦。冇看佢前世呢，嚇，佢天天嚟念，萬眾高樓平地起，一步一步來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對，阿蘭姨說的一點都沒錯啦。萬事起頭難，你只要熬過了這一關就好了。冇錯。所謂啊，實在苦中苦啊，方為人上人啊。雖然講也下痛苦呢，但係啊，相信啊，不久以後，阿年你就會天天嚟關你。阿爺啊，好了，沒事啦。你師傅講你用記住的嘛。我們鼓勵佢啊。暗樹，你的鼓勵聽起來很不像鼓勵，比較像打擊人呢。說會講咩？不會講話你就閉嘴啦！從你嘴巴說出來話，沒有一句好話。好啦，排泄啦，哈，先祝成功了哈，成功哈。你們做人真是太好了，你們願意幫助我，我真是太感激了。我不知道怎麼報答你們。唔好用講那樣講，當死都唔會還嘅錢呢。不會，這樣，你待會哦，幫我喺雞卵餅安名好冇？安名？嘿，這樣我就會永遠記得你們。這個問我就對了啦。既然你的雞蛋冰有這麼永久的歷史吼，那不如就叫古早味雞蛋冰。不會啊，現在的古早味的名字啊太通俗了啦。你走到夜市啊哈，10個賣冰的攤子就有8個叫做古早味。不然呢？懷舊雞蛋冰。我懷舊愛玉冰嘞。那個夜市裡面剩下那2個攤子啊賣冰的，就叫做懷舊。不然要叫什麼嘛？嘿嘿，沒打到。取名字呢有2個重點，就是呢要簡潔有力，朗朗上口。
没错，我就看过有一些那个店家的招牌啊，那个字哦，连见都没见过哎，还念不出来，更不要说帮他们宣传了。对，尤其注意还要有意义。冲！意义现在对我非常的重要。那到底要叫什么啊？那就叫，忽然有一道灵光在我脑海浮现几个字就我人咯，10條幾粒餅，很怂哎！爽真好啊！希望我便宜好記，一看做啲賣唔掂嘅10元一粒幾粒餅，當通了。衝啊！衝！怂是怂，但是怂又有力，这样子，我就把它叫做10條幾輪餅。跟你阿爸，你打算现在买几轮饼？你本本做了，你喜宴吗？那不一定哎，我还是想去看看哈，哪里比较适合卖鸡蛋冰，这样子哦，我才知道哪里的生意比较好，我再评估看看。阿金啊，冇聽說啊，年前啊，哪一次做得賣幾輪餅？下一年還做得可以的，幾輪餅專門的連鎖店，錯嘛？走。阿爺，你真叫用眼神啊，金大孫呢？開玩笑，阿燕啊，本來是當正經的人啦，希望。對啦，反正有青菜糕隨便糕哈。阿爺說不是隨便的人啊。哎呀，你看淑慧就這麼有慧眼。但是隨便起來哦，還真不是人呢。嘿嘿，你等等。淑慧啊，不要鬧你阿元輸了啦。我話阿爺講得衝誒，你很好好做，佢寫成你，你做天天嚟做胎啊，有閒做啲浪嘢客家吧，嚴咗嚟呢。有理哦。感謝的話我就不多說了，真的很感謝你們，我一定會成功回來的。安之 C， 加油哦，唔使。安之 C， 安之 C， 我一定會還你錢的。安之 C， 安之 C， 親好。加油哦！對嘅，我聽說會做落嘢。淑慧，嚟啲啦，你加油哦嚇，你加油哦嚇。好機會啊！阿金，好啦，嚟啲啦，你加油啦！會做落嘢。嚟啲，唔做啦。幾輪餅哦，10條幾輪餅哦。阿健，文炳，生理好啊？唔做地啦。哦。文炳，喺茶哦無筍啊，幫我看一下。唔怕，不用電就好了，拿來用。好。兩個菜啊，上爐的啦，我去請個油吼，然後點一下就好咧。等我一下哈。好。文炳啊，來看吼，這個地方吼，真有發展潛力呢。抓下吼來了的吼，印度呢。那有機會吼，要好好把握一下。你講的機會，係唔係有希望大家留個尾啊？怪賤啊！你那個人吼，好唔會錢呢？黑某平庸，那是我用錯人了。你看，這個地方如果改建的話，它一定發展得非常非常好。文炳，看，你吼，我看到倆吼變較好啊。哎呦，哪裡講啦？這個地方吼，我已經決定要把它改建一下。我找人集資哈改建，然後我來說服大家，我們一起把這個地方弄得風風光光、繁榮清波啊！阿金啊，這機會吼，唔係你去甲講的就有咧啦。我知道啊，人啊，老實着的啦。哎呦，文炳啊，迄人吼愛看眼着的啦。那麼你知哦，你說。那愛迪生會發明燈泡，萊特兄弟會發明飛機嗎？
啊，俺个油吼，然后唔掂好咧，俺有事情会冒汗，歹势吼，张来了啊，不张来了，想好了打稳俺哦，吼。盖伦本吗？没啦，我没心情写啦。我的雕塑作业都做不出来了。咦，俺鸦片美术相关书较少，像亚3本，按用拉无。无啦啦。亚摆用嘛个主题无啊，俺做得人挺上啊。俺能欣赏迄个要和爱还有环保有关。爱跟环保哦。谈起来懂抽象呢。爱跟环保。啊，俺知个啦，做得用个回收的保特瓶，用作爱情嘅用的啊，一扎的，按用迄同学。是唔得啦，跟俺同学叫我做咧个咧，俺吼上爱同披萨无相款。你哈唔系动动音讲咩？实在走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。安样啊，比生优哈环保呢。你就走得那只抢出来咯呀，然后去卡做猪日啊、牛日啊，鼓励大家实在啦。安样都有创意吼。错啊，你做得做一粒铁球啊。你看讲嘛个猪啊、牛啊，总得表手去，主题就系吃素救地球。安样都好呢，红笋啊，还走得到去种到酱呢，然后做嘛个9大行星啦。好有创意哦！在一个浩瀚的银河里，就有一扎地球，吃素救地球，吃素救地球。这是俺的作业耶，俺能同俺听书给清楚嘛个？你感觉安样唔好哦？嘛个9大行星还银河系，太难了啦！俺迄想讲吼。俺的作品啊，实在看起来都简单，不过吼却有深刻的含义。那书我都看过咧，还迄唔对，我怎么改啊？哎呦，灵感免唔系讲来就会来的啊，每本书较重太压力啦。小倩。莹莹，文彪，嘿嘿，哟，莹莹，有一面粗粗呢啊。无啦，俺的后稿2礼拜要交一个雕塑作业啊，俺都想唔出来，我怎么该较好啊？你做得挺上毛了，因讲课的主题是爱与环保啦。也正经懂歹势呢，分辨个美术嘅分数啊，挺难的啦。不过我体育嘅分数啊，以后你冇用啦。错咧，我家有谈到人讲啊，讲提嘅戏演条件啊，有人的表演哦，对做嘅捏面人行迄陶土嘅，冇听说做得让人听数啊。嘿哟，唱得真嘅哦。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，去留戏，拜拜。好，忙行哈。哇，很香哦，主味呢。哎呀，比个徐志摩做的还要强。徐志摩唔系作家吗？讲个琴棋书法啊，如果写作，我们包括发图啊，对吧？还会发出群剧图巴布啦。阿年嫂，莫论
童年的东西啦。哎呦，哦，冇错，冇错，哎，用看得做啊。好家仔，我头我本来从就错呢。我咩听啊？你暗演到啊！我买冇安样咩？什么？所以嘿嘿，你上桥的唔系同名人哦。所以，我很想哦，给糖有下发毛啦。你做老几讲人外星话哦？哎，什么外星话？那个会看书呢？那个会看书，那个前面看书啊！你好厉害哦，在哪里学的啊 Yes, yes. You are the player. 我哋吃动，那你用乖乖的，我会打人啊，干嘛？你是艺术家，几年嘛真认真咧做，那伊嘛甲乱啊。所以，你讲遐我跳脑子痛的啦。哼。哎，阿燕莎，阿爸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样。叫秀英的刀。哎呀，秀太累哦。小倩，以后乖乖，莫老人讲话的，真紧哦。啊，咪啲咧，咪啲咧，听早啊，假东西无买，付个观赏费本意就好了。哦。你来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普通人莫减加神啊！你迄普通人，迄艺术家呢？哦。迄钱当做当票。哦。唔正经，动巧哦。上头动烟刀啦。小倩，你老买发出讲体，按你爱讲嘛个啊？是较凶啊。嫁给我。没了，我想说，你好厉害哦。笑嘛笑啊，气腔不够啊。我嫁给你。师傅啦，较细心到位啦，应该强伤啊，看艺术要点点的看，对吗？哦。小声喧哗如何？小声喧哗哈。哎，阿忠，唔怕唔怕，唔怕唔怕，嚟嚟哦，好，嚟數月，數月，夠快，係啊，數月，係啊，唔怕唔怕，你又要講翻未？阿姊嚟嚟哦，數月，冇名，冇名，自家數哈，記得你好準嘅哦。嚟，來。你要付佢錢哦。係啊。我老太唔會做人嘅，所以我們在拿錢，按樣對他一點。你們不要拿錢羞辱他好嗎？哎，我哋有咩兩種嘅意思？阿爺爸，做乜唔啊？跟我看表演，我收錢。哼。本來做遐藝術品呢。喲，用拿點走啦。啊，等下，呀，創 TV 總愛出租費啊，請給你聊聊。啊，哪一？啊，張一橋，張一橋天哦。3點，洗頭嘛，哈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好，哎，等下見啦，哈。
哦，好，几多点啊？4点做得无？啊，有限，好，等呀哈，4点。网络书店有卖啊，这本书哦，很多人都可以当捏黏土大。哇，这个有搞不死哦，懂点哦。许巍，你在练瑜伽哦？上斗眼位，留个哈去哪啊？小妹是的啦，听我吼，俺伊搭鱼面调清养之伊感应就厉害哦，他会捏黏土，唔免按咧碰碰哦。嘿啊，个12生肖咸酥鸡啊，青菜萝卜猫头鹰啦，哦，嘿想得到啊，大字就念得出来哦。唔系俺伊无图案开哦，嘿吼，甲感应乖乖，莫得假。细人嘅把戏哦，有嘛个好看的啊，等一下有人下爱来，叫去准备。哦。做唔得，变眼来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唔强，做唔得要骗人嘅，糖花好冇？做医生冇？冇错呀，做。总，讲做唔得啦，总，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呀，总，用糖法，我系用板做啊。来，走，来。好乖，不打。总，好嘞啦，冇见过嘛个好唔会喝红茶，拢烦啲么？咁你个新冠都动艰苦。走啦，应该唔好啊，唔怕，我唔会骂你吼，唔怕。来，你先困一下，阿姊出去办一下事情，好唔好？好。哎，唔是过来，唔是嘞。还没讲，我看你好好。哦，好，你先去。哎，你抽，乖哈，乖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总，唔怕哈，唔怕，来，还不用摇。哈，乖，唔怕。冇爱呆啦，就歇困就好嘞。哦，OK。因为我有事情要出去办故所，我落台留到入去做得冇 ？OK，No problem。好，就按样啊，歇困几多钱？啊，300。哦，好，我等下半做得冇？哦，做得。诶，唔过我电机。电机哦，就歇困一下，咁做得唔是电机嘞，我一下就转来嘞，好冇？好啦，做得啦。你还听听啊？该我记得转来哦哈。一天要转来的啊。
两个。歹势啦，我露台较咸酸。哦。唔是较落就好咧。哦。歹势。迄讲吼，就一间单人就做得啦，单人房。单人房啊？嘿啊，因为我出去攀丝嘛，记住说也比水毛就好咧。OK，I'm sorry。啊，给吐给你去啊，怎么？阿七出去攀丝吼，你水毛，好吗？水毛哈，好，乖，来。刘必强，听听在行啊哈，唔怕哈，唔怕。May I help you？ 不是。那六长得乖乖呢。公，我每天有事拢在露台等着亚伟，15年嘞，我等伊照顾佢，等伊目珠打开了，我就开始假装让我一个人，我感觉我心里都有几艰苦，他要全部讲。我当坚强，记得我目的，我全部会改。阿妹走退以后，我就答应佢，一定要照顾阿忠，我一定要照顾佢。我冇一个嘅生活，我冇一个嘅人生。没冇自家嘅感情，有亚种嘅露台，慢更痛。阿妹，我做唔到，我真经常唔下伊咧。我知道亚伟嘅人懂善良，我想阿忠同亚伟应该会冇事情咁做。我求你保佑我嘅阿忠嘅個路太過有機。对你，阿忠你原谅我，阿忠你原諒阿姐。阿姐，落遐了遐，喂，会煮菜嘛？哎，一个西毛的吼，就留喺露台，得台也唔出啊！哦，个西奶吼，真是有问题嘛！我原本问佢唔可以 N，
哦，咱一般土都俩啦。然后嘿，迷失的爱。因为啊，假如爱就看到假如偷偷广场，你的动到的痛苦，将会想到你改。嫁给我吧。OK， 就是这样了。哎呦，阿天，你跟苏慧竟然是这种关系再来，向太过去，漫游人草向沙三三五三，来去天马。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。三分一，从未讲你一手打招呼，对面嘅三分一，从未讲。